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罗西亚总统普廷伫咧初7宣誓就职，正式展开伊的第5个总统的任期。不过，大多数的欧美国家是拢因为俄乌战争无派大使去参加典礼。另外一边，乌克兰是宣布有掠到一件要暗杀因的总统泽伦斯基的阴谋计划。克里姆林宫金光闪闪的圣安德鲁厅，这是金色的大门再一遍为普廷开开。已经红地毯开始新的6年任期，甲伊自1999年开始连续执政25年的纪录继续延长。伊伫就职演讲时阵，首先感谢2年来对乌克兰作战的俄军，所来指控西方国家替乌克兰作为打击甲分裂俄罗斯的工具，伊无停止甲西方的对话，但是必须条件对等。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 вопроса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озможен, но не с позиции силы, без всякого высокомерия, чванства и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сти, а только на равных, уважая интересы друг друга. 普廷伫咧顶个月大选，以87%的得票率压倒性胜出。不过2位反建派候选人拢被摕掉参选的资格，选举的公正性受到质疑。未来对反对派镇压恐惊是愈来愈多。美国、英国、加拿大甲欧盟大部分的国家拢无派大使参加就职典礼、甲阅兵，抑个宗教仪式。已经过身的俄罗斯异议领袖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也伫海外发影片继续提出批评。We must make sure that no one in the world believes Putin. Our country is now ruled by a liar, a thief, and a murderer. 在此同时，乌克兰的安全部门宣布查到一个暗杀国内军政高层，甚至要暗杀总统泽伦斯基的计划。嫌犯是2位属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上校，不过因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一个特务帮的成员。泽伦斯基不讲，伊家己经历过10几遍的暗杀。当局讲，这是第一遍发现藏伫咧国家安全局的俄国间谍。公司新闻，施惠两边去。